诸位学圣经，今仔日5月21号，咱要读撒母耳上卷第13章到第16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3章，扫罗做以色列王2年后，对以色列中经3000人，2000个在扫罗住在伫米麦甲伯特利山区，1000个在约拿单住在伫便雅悯地区的基比亚，其他的人互因倒去家己的厝。约拿单攻击伫加巴的非利士人的军营，这个消息伫非利士人的中间传开，扫罗吩咐人伫全地分扫角，叫希伯来人着注意。以色列众人听到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军营，佮听到非利士人淹没以色列人，人民就对扫罗聚集伫吉甲。非利士人聚集要攻击以色列人，有战车3万台，马兵6000，步兵亲像海沙遐多。因上来伫伯阿文东边的密抹集营。以色列人看到军队受包围，情形危急，就去密伫山洞、树林、石穴、崩坑甲搭井。还有一寡人过约旦河到加德甲基列地区。扫罗要伫吉甲，对伊的人拢惊吓皮皮喘。扫罗照撒母耳决定的日期，听候7日，因为撒母耳还未来到吉甲，对扫罗的人就开始四散。扫罗讲：将烧化祭甲平安祭的祭物摕来我遮。伊就献烧化祭，伊献烧化祭拄仔要完成，撒母耳来到位，扫罗出去迎接，要甲伊请安。撒母耳讲：你在做什么代志？扫罗讲：因为我看到人民四散离开我，你嘛无照决定的日期来，搁非利士人已经聚集伫密抹，所以我想讲，非利士人都要来到吉甲攻击我，搁我还未求上主施恩，我才搁不将献烧化祭。撒母耳对扫罗讲：你若遮糊涂，你无遵守上主，你的上帝爱你守的诫命，你老守，上主会坚固你伫以色列中的王位到永远。但你王位袂久长，上主已经找到一个合伊心意的人，决定要互伊做伊子民的领袖，因为你无遵守上主的命令。撒母耳就出发，对吉甲上去便雅悯地区的基比亚。扫罗点算对伊的人约有600人。扫罗甲伊的囝约拿单，以及对因的人，拢点伫便雅悯地区的加巴。毋过，非利士人伫密抹集营，有突击队对非利士军队出来，分做3队，一队对俄弗拉的路去苏阿勒地区，一队对伯和伦的路去，搁一队对看袂到西坡因山谷，通到旷野迄条边界的路去。迄时，以色列全队无拍铁师傅，因为非利士人惊希伯来人制作刀甲枪，以色列人要磨猪头、犁、斧头、骨仔，拢着落去非利士人遐。若要磨猪头、犁，着2个
铜钱，外堡头甲刺棍着一个铜钱，所以到交战的时，对扫罗甲约拿单的人，无一个手里有刀还是枪，只有扫罗甲伊的囝约拿单有。非利士人有派兵出去防守密抹的隘口。第14章，有一日，扫罗的囝约拿单甲举伊的军旗的少年人讲：“咱来去非利士人的军营迄边。”毋过，约拿单无甲伊的老爸讲。扫罗伫基比亚的郊外，坐伫米基伦的石榴树骹，缀伊的人约有600。阁有阿希突的囝阿英啊，带以弗得来伫遐。伊是以加卜的兄哥，菲尼哈的囝，是捌伫示罗做上主祭司的以利的孙。无人知约拿单已经离开营队。约拿单要去非利士的军营，着经过的隘口，两边拢是渐渐真徛的石壁，一个叫做波斯，一个叫做西尼。北边的石壁甲密抹相对，南边的石壁甲加巴相对。约拿单甲举伊的军旗的少年人讲：“来，咱来去无受割礼的人的军营遐，可能上主会帮助咱，因为上主互人得胜，毋是在伫人多人少。”举军旗的甲伊讲：“我甲你同心，你照你所爱的去做，你做前，我缀你。”约拿单讲：“来，咱过来去因遐，互因看着咱。因若甲咱讲徛咧，等阮过去，咱就定定徛咧，莫上去。毋过因若讲来阮遮，咱就上去。这是上主将因交伫咱的手的记号。”因两人就调故意，互非利士防守的兵看着。非利士人讲：“你看，希伯来人对因密的洞出来啦。”防守的兵甲约拿单甲举军旗的人讲：“恁过来，我要互恁知死。”约拿单就甲举军旗的讲：“你缀我上去，因为上主已经将因交伫以色列人的手。”约拿单就手轻脚热爬起哩。举军旗的第一，约拿单拍倒非利士人，举军旗的在后面杀死因。第一遍突击，约拿单甲举军旗的伫4分之公顷内杀死约20人。所有的非利士军兵，无论伫军营、伫野外，无论防卫的、突击的，拢惊甲皮皮喘。大地嘛摇动，这是上帝降落互因的大恐怖。伫便雅悯地区的基比亚，扫罗的哨兵看到非利士军兵四散，四界乱撞。扫罗甲对伊的军兵讲：“恁点算，看啥人对咱遮出去？”因算了，就知约拿单甲伊举军旗的人无伫遐。扫罗甲阿希亚讲：“你将上帝约柜扛来。”迄阵，上帝约柜伫以色列人遐。扫罗甲祭司讲话的时，非利士营中喊话的声愈来愈大。扫罗就甲祭司讲：“免啦，袂赴问啦。”扫罗甲对伊的军兵拢聚集来到战场，看到非利士人互相斩杀，大混乱。以前我以色列人对各所在来到因营中的希伯来人，现在反倒转来帮战对扫罗甲
约拿单的以色列人。遐个密伫以法莲山区的以色列人，听到非利士人得走，就出来对杀因，甲因交战。迄日，上主互以色列得胜，战争延续到伯阿文迄边。迄日，以色列人腰家真艰苦，因为扫罗有咒诅，命令军兵讲：无等到日暗，我甲对敌报完寿了，就食物件的人就受咒诅。所以军兵拢无食什物，引入树林，发现即所在涂骹拢有蜜。军兵入树林，看到有蜜在滴，毋过无人敢用指头仔挖来食，因为因惊受咒诅。约拿单无听到因老爸的咒诅，所以剩拐仔尾脱蜜房，然后用指头仔挖来食，目睭就紧，恢复元气。有一个军兵对伊讲：你老爸有严严咒诅，命令军兵讲：今仔日食物件的就受咒诅。所以军兵真野心。约拿单讲：阮老爸有害着咱遮的军兵，恁看，我简单啖一滴仔蜜就恢复元气。今仔日若出在军兵食因对敌抢来的食物，减毋是搁较有力通拍死较侪非利士人。迄日因拍败非利士人，对密抹赶到阿雅伦，军兵非常野心。军兵总去掠所抢的牛、羊、牛仔囝，就伫遐台食甘花的肉。有人甲扫罗报告，军兵有犯罪违背上主，因为因食甘花的肉。扫罗大声喊：恁得罪上主啦！打去割一块大石来食。扫罗阁讲：恁着去叫逐个军兵牵因的牛甲羊来我遮。伫遮杀来食，毋通食甘花的肉来得罪上主。迄暝，军兵拢牵因家己的牛去遐抬。扫罗甲上主起一座祭坛，这是伊头一遍甲上主起的坛。扫罗讲：当咱着透暝落去入非利士人，甲因抢，直到天光，甲因拢杀死，连一个拢毋通留着。军兵讲：你看做好诶，就照安尼做。这是讲，咱着大声问上帝。扫罗就问上帝：我着落去入非利士人无？你敢会甲因交互以色列人？迄日上帝无应伊。扫罗讲：恁军队的官长拢来我遮，查明咱今仔日有犯着什么罪。我祈互以色列胜利的永活的上帝咒诅，犯罪的人拢着死，甚至我的囝约拿单嘛着死。毋过无人应伊，伊就甲以色列众人讲：恁徛迄边，我甲我的囝约拿单徛这边。军兵对扫罗讲：你看做好诶，就照安尼做。扫罗对上主以色列上帝讲：求你指示实情，看啥人有罪。因就抽着约拿单甲扫罗，军兵无代志。扫罗讲：就伫我甲我的囝约拿单中间抽看啥人有罪。因抽着约拿单。扫罗甲约拿单讲：你甲我讲，你有做什么代志？约拿单讲：我确实有用拐仔尾挖一点仔蜜来答，我甘愿死。扫罗讲：约拿单，你一定着死，若无，愿上帝加倍责罚我。军兵甲扫罗讲：约拿单有互以色列得到大胜利，伊减着死。
绝对毋通冤机用我害上主就抓，伊连一支头毛拢袂用得，互伊落落涂骹，因为伊今仔日所做的有上帝的帮赞。安尼，军兵救约拿单免死，扫罗无搁追入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就倒去因本所在。扫罗确立以色列王权了后，去攻打周围所有的对敌，就是摩押人、阿门人、以东人、非利士人甲索巴的诸王，伊百战百胜，拍到倒位赢到倒位。扫罗奋勇拍败阿玛力人，救以色列脱离抢劫因的人的手。扫罗的囝有约拿单、以实维、麦基、苏阿，伊有两个查某囝，大个叫做米拉，小个叫做米甲。扫罗的某叫做阿希乱，是阿希玛斯的查某囝。伊的元帅叫做阿尼尼，是扫罗的阿叔尼尼的囝。扫罗的老爸基苏、阿尼尼的老爸尼尼，拢是阿伯的囝。扫罗一生常常甲非利士人有激烈的交战，伊看到强猛的人甲勇士，拢召集因加入伊的部队。第15章，撒母耳甲扫罗讲：上主找我来甲你抹油，设立你做王，治理伊的子民以色列。所以你着听探上主所讲的话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我要刑罚阿玛力人，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，阿玛力人捌阻碍得罪因。但你着去拍阿玛力人，甲因剿灭，啥物拢毋通留地，着将男女、囡仔、婴仔、甲牛、羊、骆驼、驴拢杀死。扫罗就调集军兵伫提连点算人数，步兵20万，犹大人1万。扫罗来到阿玛力的城，埋伏伫山谷中。扫罗甲基尼人讲：恁离开阿玛力人去别位，才免我甲恁甲因做一个剿灭。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，恁捌好款待因，基尼人就离开阿玛力人。扫罗攻击阿玛力人，对哈菲勒到埃及东边的苏尼，伊活掠阿玛力王阿甲，杀死伊拢总的人民。毋过，扫罗甲军兵留阿甲甲上好的牛、羊、牛仔、羊仔，以及一切的好物，毋肯甲因剿灭，只有毁灭遐个无路用、无价值的物件。上主对撒母耳讲：我后悔选立扫罗做王，因为伊背叛我，无遵守我的命令。撒母耳真切心，规暝求叫上主。隔日透早，撒母耳要去见扫罗，有人甲撒母耳讲，扫罗已经去加密，伫遐为着家己菜招逼，后来我去吉甲。撒母耳到扫罗遐，扫罗甲伊讲：愿上主赐福你，我已经照上主的命令做啦。撒母耳讲：安尼哦。我哪有听到牛甲羊在吼的声？扫罗讲：遐个是我的军兵对阿玛力人遐掠来的，因为因留上好的牛羊要献互上主你的上帝。其他的
阮拢有甲走灭。撒母耳甲扫罗讲：你点去，我要甲你讲昨暝上主甲我讲的话。扫罗甲伊讲：请讲。撒母耳讲：虽然你看家己做微细，上主兼毋是互你做以色列正支族的领袖。上主用油抹你做王，来治理以色列。上主阁派你去，命令你讲：你去甲邪恶的亚玛力人交战，着甲因拢走灭。你是安怎无听探上主的话，总去抢战利品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代志？扫罗甲撒母耳讲：我有听探上主的命令，照伊的指示去交战，掠亚玛力王亚甲来，佮杀死所有的亚玛力人。毋过，我的军兵对应该着毁灭的战利品中间，留上好的牛甲羊，带来吉甲，要献互上主你的上帝。撒母耳讲：上主兼伊爱烧化者甲祭物，看赢伊爱人尊叹伊的话，你着知听探比献祭较好，顺叹赢过牛羊港的油。背叛亲像行邪术是犯罪，自个亲像拜偶像是邪恶，因为你欺杀上主的话，伊嘛欺杀你，毋互你做王。扫罗对撒母耳讲：我有犯罪，违背上主的命令甲你的话，因为我惊军兵听因的话，但求你赦免我的罪，甲我做伙倒去，互我通敬拜上主。撒母耳甲扫罗讲：我毋甲你倒去，因为你欺杀上主的话，上主嘛欺杀你，毋互你做以色列的王。撒母耳活转身要离开，扫罗抽伊的衫具，衫刷离去。撒母耳甲伊讲：今仔日上主互以色列国甲你断绝关系，将以色列国交互一个伫你身边比你较好的人。以色列的大能者袂白杀，嘛袂改变心意，因为伊毋是世间人，伊袂改变心意。扫罗讲：我有犯罪，请你伫父老甲以色列人面前尊重我，甲我做伙倒去，互我通敬拜上主你的上帝。撒母耳就活转身对扫罗倒去，扫罗就敬拜上主。撒母耳讲：恁带亚玛力王亚甲来我遮，亚甲就行来到撒母耳面前。亚甲讲：我时机到了。撒母耳讲：你捌用刀杀死附近人的囝，恁老母的囝嘛会互人杀死。撒母耳伫吉甲，伫上主面前，将亚甲斩做一块一块。撒母耳倒去拉玛，扫罗倒去基比亚伊的厝。撒母耳死以前，无阁甲扫罗见面，伊为着扫罗忧伤。上主嘛，因为有设立扫罗做以色列王，艰苦心。第16章，上主甲撒母耳讲：我已经弃杀扫罗，无爱伊搁做以色列王。你要为着伊忧伤偌久？你用油甲角底好满，准备出发。我要找你去伯利恒人亚西遐。我伫伊的囝中间已经拣一个要做王。撒母耳讲：我若通去，扫罗若听到会杀我。上主讲：你带一只母的牛仔去，讲你是要去献祭给上主。你着请亚西来负这个祭事。我要指示你应该做的事。我甲你指示迄个人，你着替我甲伊抹油做王。撒母耳照上主的话去做，去到伯利恒城内的
长老拢皮皮喘出来迎接伊，讲：你敢是带平安来？伊讲：是带平安来。我来是要献祭给上主，恁着洁净家己，互我做伙负祭司。撒母耳就甲亚西甲伊的囝洁净，然后请因参加祭司。因来的时，撒母耳看到以利亚，心内想：徛伫上主面前即个一定是伊所选立的人。毋过，上主甲撒母耳讲：毋通看伊的外表，身材大汉。我敬的毋是即个。上主在看，无亲像人在看。人看外表，上主看内心。后来亚西叫阿比拿达对撒母耳面前行过。撒母耳讲：上主嘛无经即个。亚西阁叫沙马经过。撒母耳讲：上主嘛无经即个。亚西互伊7个囝拢对撒母耳面前行过。撒母耳甲亚西讲：上主拢无经因。撒母耳阁甲亚西讲：你的囝兼拢伫遮。伊讲：还有一个煞尾囝，伊即阵伫饲羊。撒母耳甲亚西讲：你找人去叫伊来，伊还未来，咱无要坐倒。亚西派人去叫伊来，伊红搁赤子，目睭有神，生水英俊。上主讲：即个就是你甲伊抹油。撒母耳就伫大笔遐兄哥面前用角内的油甲伊抹。对迄日起，上主的神完全支配大笔。撒母耳就出发倒去拿马。上主的神离开扫罗，就派神对上主遐来互伊去行刑。扫罗的元神对伊讲：哪有派神对上帝遐来互你行刑？请王命令军队里的部下找一个咬弹琴的人来，安尼对上帝遐来的派神来的时，叫伊弹琴，你就会好。扫罗甲伊的元神讲：恁甲我找一个咬弹琴的，甲伊带来我遮。有一个少年人讲：我捌看到伯利恒人亚西一个囝咬弹琴，伊是勇敢的战士，口才好，外表英俊，阁有上主甲伊同在。扫罗找使者去见亚西，讲：请你去叫你迄个在各样的囝大笔来我遮。亚西就叫伊的囝大笔用炉仔载真侪饼，一批地酒，甲一只山羊仔带去送扫罗。大笔到扫罗遐，甲伊侍候。扫罗真疼伊，敬伊做侍卫，替扫罗举军去。扫罗派人去甲亚西讲：我真喜意大笔，请你互伊伫我身边侍候我。答本对上帝遐来的歹神临到扫罗的时，大笔拢会弹琴，扫罗心情就轻松，恢复元气，歹神就离开伊。咱今太圣经节伫撒母耳记上卷第13章到第16章。